好啦，今日想同大家用下經濟學嘅模型，解釋下點解油公司加快減慢。有經濟學有套定價模型叫做火箭羽毛定律，就係話油公司加價嗰陣時就好似火箭咁快，減價嗰陣時就好似羽毛咁減極都唔落。油公司就話啦，簡單啦，國際原油價格加，我咪跟住加咯，因為賣俾你啲油貴咗啊嘛，所以而家加你價就係反映將來買貴油啦。咁但係調翻轉頭，當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嗰陣時，點解啲油價減極都唔落去嘅？好似羽毛咁慢慢飄下落去。油公司點解可以食硬啲消費者呢？其中之一個原因，因為消費者尋覓，通常都會習慣咗嗰間油站就係嗰間油站，好少轉來轉去嘅。第二樣嘢，因為油公司俾好多優惠啲消費者嘅，你永遠唔知道究竟個價格邊間會係平啲。既然唔知嘅，最簡單啦，就係唔好周到走啦，啱唔啱？所以油公司減價嗰陣時相對就會睇下佢嘅客戶會唔會突然之間流失。如果客戶係冇流失到嘅話，咁咪食硬你睇住嚟慢慢減咯。所以就出現一個加價油公司用嘅原則同埋減價嘅原則係唔同嘅，就變成加快減慢咯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啦。